香港嘅回南天真係黐得到令人好頂唔順。朝早起身，窗框滴水，牆身出汗，兩個細路成日又坐喺地下玩，你睇下又開始身痕啦。你睇下啲衫，成3日都唔乾啊！你以為得衫？開季先恐怖，一開季門，成陣噏味。我試過抽濕盒，都試過半導體抽濕機，爆得快，成日換治標唔治本。半導體式多數淨係頂住一個，抽得慢。直到我換咗呢部 Yoho 輪轉抽濕機 Pro， 轉輪式係主力級，強抽濕可乾衣，暖濕冷濕都照抽，一機頂4季，吸濕循環加再生循環風洞，長時間穩定吸濕。高濕天佢最高可以3升每日，濕度好快拉翻落嚟，濕度數顯一眼見到變化。屋企呢座格局500到1000尺，一機搞掂，360度深度除濕。雨季晾衫或直接一件強力乾衣，暖風集中吹，乾得快，噏味少好多。朝頭早起身明顯唔同晒，滿水會自停有提示。2種排水方式任你揀，水箱倒水，水管直接排水。12、24、48小時定時，瞓前外出更方便，都唔會唔記得熄機。夜晚開睡眠模式，功率低啲，燈光顯示都會關。姐姐細佬瞓着都唔會俾佢打攪。仲有粗效濾網，趕走晒啲灰塵，再加上負離子淨化，體感都會舒服啲。熱回收自潔3合1，長期用都放心。有把手可以單手 hand carry， 直立機身唔佔位，港澳家庭好啱用。而家地板唔再黐落，衫乾爽晒，噏味都冇晒。Yoho轉輪式主力級抽水機，強抽濕可乾衣，冷濕暖濕都照抽。回南天唔使忍，交俾佢就得。